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收聽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我哋講緊第13章偏見。作者想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每個人做嘅決定其實都帶住偏見，因為我哋嘅經驗、背景同環境都會影響判斷。偏見係點嘅呢？你喺90年代股市大升嗰陣入場，你以為股票投資一定會賺。如果你係2008年金融海嘯失晒錢，你又可能覺得股票好危險，以後唔敢碰。同一樣嘅投資工具，但因為個人經驗唔同，結論完全唔一樣，呢個就係偏見啦。投資偏見例子 A， 爸爸炒樓致富，所以成個家庭都覺得買樓最穩陣。B， 另一個家庭爸爸炒樓輸到清袋，成世人都覺得樓市好危險。其實兩個觀點都有部分真實，但因為個人經歷唔同，大家就帶住偏見嚟睇個問題。生活偏見嘅例子，有人細個窮過，所以大個後點都要儲好多現金先安心。有人細個屋企富裕，覺得花咗錢先有意思，所以成日大花筒。偏見唔一定係錯，但會令我哋忽略咗其他嘅角度。4，我哋要學習嘅重點，承認偏見嘅存在，唔好以為自己100% 客觀。其實人人都受經驗嘅影響，唔好以為偏嘅安全，你嘅經驗唔代表所有人嘅經驗。保持開放，聽多啲唔同人嘅故事，學識從其他角度去理解世界。滅書小總結，第13章嘅重點係你點樣睇金錢投資，往往唔係因為事實，而係因為你個人嘅經驗。承認偏見，先至可以做出更平衡嘅決定。即係話唔好以為自己睇到嘅就係唯一嘅真相。如果你都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聽書有賞，留言同我講你覺得自己理財上最大嘅偏見係咩？我哋下集聽書有賞再見啦，拜拜。